จะไปโดนยีตลาดชัวสีมันเต้าเตี้ยว没给这烧肉闹黑呢。能卖不管多少钱，对不对？这还要烧了100块钱才能烧。厂家直销包粮狗粮，厂家直销包粮狗粮，厂家直销包粮狗粮。mua cây mua mì mua ấu错了，错了。不满意，随便找。随便挑，随便选，都1块。本店所有商品全场卖1块，都卖1块，挑啥都1块，买啥都1块，原价高的3块5块，现在全场卖1块，1块出1份就清仓，真正的清仓。要不然嘞？啊。nhưng mà chúng thì tiêu mua lấy xe thì xí ư厂家处理器，除了有点，人家给你买菜怎么办？买不我去。走过路过别说谎。32箱，32箱啊！方便面厂家大促销，21箱，32箱。你想买啥？我不买。你不买啊？我爱。给它再笨住哈。1块1张。来，免费吃，免费尝啊！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。对。拿哈。豆葱菜油1块1斤，1块1斤。豆葱菜油1块1斤，1块1斤。豆葱菜油1块1斤。快点走嘛！啊？快点走！10块钱8斤，10块钱8斤。新鲜的米菌，10块钱8斤，10块钱8斤。你要吃？耶！大哥，我给你把东西吃好了，给你来2块多块。大哥，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啊！小水火腿的评论便宜啊！有水有甜。看调的。 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啊！小水火腿的评论便宜啊！有水有甜。再吃一手吧呢。1块5一斤啊！小水火腿的评论便宜啊！
这柜民穿保暖内衣，亚马助理49一套。商场这柜民穿保暖内衣，亚马助理49一套。这柜民穿保暖内衣，亚马助理49一套。这边。用手摸，我给你拿到去来着。Còn món đâu tia tia.加绒裤子便宜了，45元一条，45元一条。加绒裤子便宜了，45元一条，45元一条。4月8号，4月8号。车头别两头啥？西服都便宜。2块一袋啊，有机糖粉1块5一斤啊。等下天天有钱啊，2块一袋，2块一袋啊，有机糖粉1块5一斤啊。等下天天有钱啊，2块一袋，2块一袋啊，有机糖粉。八份，不便宜了。Saya tidak. Anda tidak tidak ya.这是在那开的，要走多少？看几刀？脑袋这不能。我上锅了呗。各种口味儿。本地青瓜蓝便宜卖了，1块钱一斤，1块钱一斤，老叶子随便剥。本地青瓜蓝便宜卖了，1块钱一斤，1块钱一斤，老叶子随便剥。哎呀！本地青瓜蓝便宜卖了，1块钱一斤。想吃啊？买呀！你吃了就买吗？好吃不好吃哎？让我尝一尝，好吃不好吃？哪一个？什么？不好吃啊？那个。啊？哦。Nama chốt tiền chứ.
这个是在家里养，你出不去。是吗？在家里那个。干嘛？你不吃了？不吃。不吃啊？这里放厕所吗？关了吧，关了，去看看。对吗？肉都好爆。给。这个吗？吃啊。你呢？你不吃，到家的时候还有啥吃啊？现在去把它蒸完。很久闻到爹爹了。哥，我渴水呢。喝这个水。吃这个？吃不吃啊？我不吃。我了。吃啊。这个不是吃啊，妈的。来的得我饭都得要点水的，我渴了。回来再说。一块。味道甜美，价格新鲜，淡饭3鲜，10块钱给5斤。刚拉来干嘛？果肉细腻多汁，味道甜美，价格新鲜，淡饭3鲜，10块钱给5斤。刚拉来果肉细腻多汁，不吃，你吃吗？哦，这么多的掉。这把那人搞的掉。这把那家庭包他妈到个。这个吗？啥？这个我不吃。没有啊，这里。这里菜啊。你吃这个？是吧？再弄一份来。一锅烧了1块钱。啊？谁家的？
这个东西嘛。你呢？一个水的把它嘛。10块钱基金，10块钱基金，还有剩余的10块钱资金，10块钱资金，来一车旅行的花便宜卖了，10块钱基金，10块钱基金，还有剩余的10块钱资金，10块钱资金，来一车旅行的花便宜卖了。买菜吗？买这个菜。这两个有卖吧？1块钱。要2颗吧，要2颗便宜的。对的，要1颗8嘛，要2颗，要个2、3颗一趟俺领吧，要3颗吧，买吧，要3颗。买嘛。这个白菜好吃，家伙就辣，要3颗吧。不如走，这些不应该走。还就是发点像这老汉那个，弄出来的，老杨，相比老汉，哎呀，我回来，总算就是，就是的。我这个汁儿，一个用俺领吧，弄吧。吃吗？啊，这才好吃。你妈这是绿菜，这个家伙这绑着面的。谁地里种的呗？啊，谁的？我不是现在给老人弄的了。啊，走吧。那就咱不是。这不5毛，你看6毛，2块才3块6，没在地儿。给行，这头3块6，3块6毛7，3块6。3块6，我录了8块。不要录。你拿，你往你的水放这里嘛。哦。老板买这个它不老嘛？这个它不老啊。少的太多了。太叫半肉的，半肉的。半肉够的。我加热好浓哦，买辣椒。辣椒。咖喱没有啦。你看这个买的不行啊，你真干嘛？10块钱是不？5七54，高温水煮不变形，10块钱炒豆椒肉豆，老的点。俺从这儿给他买了2块钱。回去嘛。蘑菇便宜了，10元6斤，10元6斤，黄瓜5元4斤，黄瓜5元4斤。蘑菇便宜了，10元6斤，10元6斤，黄瓜5元4斤，黄瓜5元4斤，1块5一斤，蘑菇便宜了，10元6斤，10元6斤，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。是不是蘑菇啊？吃吗？江水瓶子便宜了，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，江水苹果又脆又甜，又脆又甜，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。
蘑菇便宜了，10元6斤，10元6斤，黄瓜5元4斤，黄瓜5元4斤。啊？蘑菇便宜了，10元6斤，10元6斤，黄瓜5元4斤，蘑菇便宜了，10元6斤，10元6斤，黄瓜5元4斤，黄瓜5元4斤。蘑菇便宜了，10元6斤，10元6斤，黄瓜5元4斤，黄瓜5元4斤。江水苹果便宜了，江水苹果便宜了，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，江水苹果肉没有便宜，鱼肉1块5一斤，1块5一斤，正宗的山牛肉，鱼肉。刚到的吃，玫瑰香便宜了，个个甜，10元1斤，10元1斤。刚到的吃，五彩玫瑰香便宜了，10元1斤，10元1斤。羊肠、羊大、铝板肠，便宜又好吃，欢迎品尝。这吃什么？看看。这不是。买这个辣椒。这个？对对对。盛一两杯。这是辣的，要辣的不辣的？辣的。辣的。这是辣的。哦，要辣的。要辣的。啊。多少多？那5块钱对吧？多了。喂。1块5块钱。这样得选啊。看来。大葱菜肴1块1斤，1块1斤。大葱菜肴1块1块。买肉吗？你吃吗？吃吗？几块钱？10块钱。买点了。
吃啊？你吃不吃？你想吃吗？吃了怎么样吧？不买吗？吃。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谁要过来看看了？这吃的菜吗？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谁要过来看看了？多少钱？一收看3元。再弄一份来。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谁要过来看看了？都是新店的啊。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谁要过来看看了？都是新店的啊。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谁要过来看看了？都是新店的啊。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谁要？收看4.6元。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1.2斤1块5一袋的啊，谁要过来看看了？有产品的1.2斤1块5一袋的这个老虎爹，我同学，你告你，我帮你拿。4点，然后一直放话筒，Sao đi nó sẽ cả chế đó. Tôi chỉ nó ra nó chế sẽ xa thì phải chế.